我最期望加入一個單位咧，就係反恐特勤隊嘅。好似真係冇攞。跟住咧，呢個設計咧就係有條 tab 嘅，1蚊彈夾就會飛出嚟，方便 reload。咁啊，呢度夾埋1、2、3、4、5個彈夾，一支surface pistol。咁啊，手槍咧就應該唔會有彈夾後備㗎啦。攞手槍出嚟咧，準備走爛嘅應該都。咁我就叫 Jade3，今年23歲嘅。咁今日我過嚟咧就係參加一個叫做 MUSEUM 嘅活動啦。MUSEUM 咧就係 base on 呢啲普通平時大家聽到 war game 嘅活動上邊咁普通 war game 咧可能就係大家左右開始互射咁樣，但係 MUSEUM 唔同嘅。我哋要求咧就係可能要有事前嘅部署啦，要有訓練啦，同埋行動嘅時候咧都係講求一個紀律同埋有一個合作性啊、協調性啊同埋邏輯性喺度咯。一般而言咧，我哋進行 MUSEUM 咧就會分幾個階段嘅。第一個階段咧就係日常嘅訓練啦。咁其實我由上年開始每個星期日都會其實去練習嘅，咁啊包括可能體能訓練啊、舉重啊。咁就每個星期日都會固定入嚟呢一個場地進行一啲射擊啊、戰術嘅練習咁樣啦。咁去到第二個階段咧，就係我哋講嘅一啲計劃同埋部署嘅階段嘅。咁喺每一個 MUSEUM 都會大概喺3個月、4個月前公佈啦。咁啊，大家可能開始去組隊，然後咧咁喺準備階段咧，咁就會有一啲唔同嘅戰術上嘅討論啊。呢一個階段咧，都係會以週數去計嘅。咁去到最後一個階段咧，就係我哋講嘅行動啊 operation 嘅階段啦。咁通常呢個階段就會以日數去計嘅，咁啊可能係去打1日1夜啊咁樣啦。會做嘅嘢咧，就係用翻我哋平時訓練所得嘅一啲經驗啊、一啲記憶啊，同埋我哋 plan 好咗一啲部署去執行呢啲嘅戰術同埋戰略。MUSEUM 玩家咧，我會話最緊要嘅特質咧，你要有冷靜嘅頭腦啦，同埋要有清晰嘅思維。因為其實喺一個 operation 上面，好怕去辜負你嘅隊友，即係你好驚成為一條鐵鏈入邊最脆弱嘅一環。因為只要有一個人或者有一個小隊係出錯咁樣，可能成個 operation 就會失敗啦。Ready 未？我哋媽 ，G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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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 鍾意軍警文化原因就係細個經常被電影嘅影響啦，即係同埋其實我哋身處嘅年代係屬於反恐戰爭嘅年代，咁都有好多唔同嘅片段可以睇到啲軍人去作戰啊咁樣，咁就一路潛移默化落去，咁就令我覺得軍人同警察其實呢兩個職業係我認為係一個男人係作為一個男人係應該喜愛嘅職業咯。我最期望加入一個單位咧，就係反恐特勤隊嘅。咁我認為 MUSEUM 咧就俾個機會我可以去以一個模擬軍事行動嘅名義咧，去同其他嘅人去協調、去溝通啦。例如可能去組織一個訓練，一啲唔同嘅活動咁樣，去俾大家增進呢一個團隊性同協調性，亦都俾到信心隊員去為你哋服務咁樣。我接觸呢個活動就係因為本身我就好受到軍警文化吸引啦。我本人都係投考咗警隊，並且係通過咗最後面試㗎啦已經。咁我認為咧呢個活動可以好幫助到我喺警隊入邊嘅發展啦。首先咧，呢度係會進行一啲唔同嘅 operation，
咁咧呢個活動亦都好模擬到你進行一個行動時候會遇到嘅狀況啦，可能就係一啲後勤上 logistic 嘅嘢啦，一啲人事上嘅嘢啦，咁可能我作為 MUSEUM 入邊一個可能 squad leader 一個隊長咧，我點樣去同其他隊長協調咧咁其實對我嚟講咧，點樣成為一個警察並唔係最重要咯，成為一個警察先至係我最終嘅目標，我要達到嘅嘢咯。中間其實做嘅嘢只係一個對我嚟講係一個過程，係做一場大戲，令自己有咁嘅能力、有咁嘅資格去成為一個警務人員。咁所以對我嚟講咧，結果係比過程更加重要嘅。